来继续来看这条：纾困百户有空芳，有厝无存款嘛通领。这个政府纾困的补助修订百户的原则，但是敢若看这个存款甲收入无甲房产列在内，结果家己摕去买厝的，家己摕去投资的，因为符合着收入甲存款的限制，拢会当领纾困金。律师林志群就伫个面册来分析，讲伊伫个附近的水果大，因兜附近这个水果大，逐工收现金几啊万会当领。伊国小的同学开100万的好车，嘛会当领。这拢是纾困补助的漏棚。各大纾困补助开放申请第3天，沙丁堡区公所也是人客人，但是即马传出百户条款有漏洞，因为申请的资格资产部分，敢若有家户所得甲存款，煞造成有足侪房产无现金的人嘛来领补助。阮一个有10个啦，甲领1万会通过袂通过，唔知影，安尼个唔公平。除了房产，亲像家钱摕去投资保险的人，还未领回，也是讲投入去股票市场内底，拢有可能变成其实足有钱，但是无存款的状况，互较善的人感觉无公平。亲像这位老大人，因为疫情无工课，大个厝是租的，伊的价金铺啊顶悬，敢若剩100块，听到讲有人有房地产，还佫来领纾困金，伊就感觉足不满的。啊，你个厝啊，你也想我这久已经60几岁啊，含厝含财产嘛拢无啊，存款存100块啊，对啊，伊个有厝啊还好啊。那房产的部分，我们暂时这次是不做处理，这次是一次性，而且一次是1万。它不是经常性。另外，劳动部的纾困贷款上悬当清10万左右，由劳动部补贴利息。因为借贷成本是0，申请的条件又搁宽松，都有银行表示有劳工明明都无受到疫情影响，嘛来申请。提纾困贷款又搁去申请其他贷款，也是投资，因为名额有限，申请的条件无限制，恐惊会造成资源的浪费。真正有需要的人，当然想讲安尼。这是也是代表政府一个新预算的，要不然你能怎么办呢？